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怡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2月嘅樓市 update。首先講下一個大環境先啦。2025年嘅成交量咧，其實真係好低，比起2024年再低10%，比起10年嘅平均數啊，差唔多少咗25%啦。連地產局都話2025年係寫入歷史書咁低嘅成交一年。咁我哋睇翻2026年嘅1月啦。仍然係一個買家嘅市場。如果用成交量除放盤量呢個比例去睇啦，即係 sales to active listing ratio， 獨立屋大概係6.7%，townhouse 係11.1%，condo 係10.3%。咁歷史數據顯示咧，如果低過12%咧，就屬於買家嘅市場。咁而家3個類別都係12%啦，所以買家係時候 take action 咯。好啦，成交慢啊，價錢其實都跌嘅，平均價咧同1個月前比咧係跌咗1.2%，咁同1年前同期比咯，大概都跌咗5.7%。咁聽落咧，對於 seller 係壞消息啦，但係如果對於想換大樓啊 upsize 嘅家庭，其實係一個 good news 嚟㗎，所以好好利用呢個時間啦。因為你諗下，你自己賣出嗰間，可能價錢係會低少少嘅，但係你買到平時唔捨得買嗰啲大單位啦、大屋啦，嗰啲大屋仍然係打咗折舊㗎。咁啊，跌幅通常亦都會再大啲，所以條數都行得通㗎。咁又一齊討論2025年嘅銷售量點解會咁差？其實都諗到幾個原因嘅。第一就係同美國貿易緊張啦，同呢個經濟不明朗，令到2025年嘅經濟環境咧，氣氛咧都好 uncertain 嘅，買家同埋投資者咧都保守咗嘅。第二就係加拿大央行咧暫時未見到一個好大幅度嘅減息，息口仍然都係一個處於高嘅水平。第三就係人口增長亦都放慢咗嘅，咁所以我知道大家都關心咩問題啦。咁2026年會唔會好啲呢？咁地產局咧就預測2026年成交量咧好大機會都係同2025年差唔多嘅，除非有以下呢幾個變化啦。就係同美國貿易有明顯嘅改善啦，或者呢幾年抑壓咗嘅需求突然間大量釋放，買家重新入市啦，又或者加拿大政策上有啲改變，譬如上調移民目標啦，又或者放寬海外買家呢啲限制嘅。咁啊，如果呢啲因素入邊有1-2樣真係發生咧，咁2026年嘅樓市節奏咧就可能會快啲啦。你又點睇咧？你又覺得邊個因素最機會影響呢個樓市咧？歡迎留言俾我，話俾我聽你嘅諗法又係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拜拜。